你有沒有想過，我們所處的時代如何反映了聖經所稱的艱難的日子？使徒保羅在寫給提摩太的信中準確描述了當人心遠離神時，我們會看到的狀況。他說，在末後的日子，人們將自愛、貪財、該傲、忘恩負義、不順從、沒有愛。這些話在幾個世紀前就寫下了，但似乎正好描述了今天的世界，不是嗎？我們被對快樂、權力和認可的無休止追求所包圍，在這一切之中，許多人正在失去屬靈的敏感，忘記了真正重要的是神的活在的同在。但這警告的目的不是讓我們去評判外面的世界，而是邀請我們向內看。指出別人的錯誤很容易，但聖靈真正的呼召是讓我們每個人審視自己的心。我們是否仍然讓神佔據我們生命的中心，還是自我逐漸坐上了本該屬於他的寶座？耶穌非常明確地說，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他沒有承諾容易的道路，但保證了真正的生命在於否認自我，把基督放在萬事之上。這就是聖靈今天提醒我們的，外表看似活潑的信仰，內裏卻空虛的危險。我們多少次保持表面，像基督徒一樣說話，參與神的事工，而內心卻感到心軟、冷漠、疲憊。可能我們有虔誠的形式，卻否認來自聖靈同在的真正能力。這就像點燃一支熄滅的蠟燭，看似光亮，卻不照亮。也許這就是主呼召許多人回到親密、悔改和真正奉獻的原因。聖經說，貪愛錢財是萬惡之源，並不是因為錢本身有罪，而是因為它佔據了本該屬於對神信靠的空間。當心充滿更多的擁有慾時，它就空了感恩的空間。忘恩負義的人失去了在小事中看見神良善的能力。主每天賜給我們多少祝福，空氣、食物、健康、家庭，然而我們仍然忘記感恩。感恩是信心的行為，是承認沒有雜魔來自我們自己，而是來自父慷慨的手。也許今天神在呼召你停下來，真誠地向內看。你是否更多地活為了滿足自我，而不是取悅神？你是否追求成功、舒適、他人的認同，而與主的關係被置於次要位置？他不僅僅要你周日的時間，也不僅僅要你美麗的禱告詞，他要你全心。如果這信息現在觸動你，要知道聖靈正在邀請你回到初愛，熄滅表象，重新點燃信仰的真正火焰，放下干擾、該傲、疲憊，再次順服神的聲音。他仍然在說話，他仍然在改變，他仍然呼喚你的名字。如果你感受到這同在此刻觸動你的心，靠近他。我邀請你，如果這話語祝福了你，訂閱頻道，點讚這個視頻，分享給需要聽的人，並在評論中留下你的阿門，不是出於習慣，而是作為信心的行為。
因為神的光就是這樣傳播的，從心到心。保羅警告我們，在末後的日子，許多人只會有虔誠的外表，卻否認神的能力。老實說，這種情況在我們內心又有多少次發生？我們談論信仰，卻在靈魂深處懷疑；我們談論愛，卻懷有怨恨；我們談論寬恕，卻藏着深深的怨恨。這是人心每日的掙扎：為神而活，還是為自己而活？在這點上，聖靈行動顯明需要改變的領域，不是要定罪我們，而是要釋放我們。耶穌說，聖靈將作為保惠師而來，引導、教導、引導人進入一切真理。當我們允許他進入內心時，超自然的事情開始發生。傲慢讓位於謙卑，該傲讓位於悔改，虛榮在基督純潔之愛的面前瓦解。他不只是想改變可見的，而是修復內心破碎的。真正的改變不從手開始，而從心開始。聖經向我們展示，神看人不像人看人。人看外表，主探查內心。或許這正是聖靈此刻在你身上所做的：探查、顯明、醫治。過去的傷口需要交出，習慣需要放下，思想需要更新。在神眼中沒有雜魔隱藏，但他仍然愛你。他知道每一個失敗，每一次跌倒，每一處軟弱，即便如此，他仍呼召你，不是要羞辱你，而是要恢復你。當保羅談到那些愛享樂勝過愛神的人時，他描述的是一代人，他們試圖用世界所提供的東西來填補靈魂的空虛。但這種空虛只能通過基督的同在得到滿足。沒有錢、成功或享樂能夠滿足沒有神的心。真正的滿足感來自於我們認識到所需的一切都在他裡面。這就是為雜魔耶穌說：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。當我們把神放在中心，一切多餘的東西都失去了光彩。如果你感覺有雜魔東西讓你遠離主、該傲、分心、屬靈的冷漠，今天就是回歸的時刻，是時候禱告，主啊，更新我的心，沒有雜魔罪大到基督的寶血不能洗淨。沒有雜魔心靈太遠以至於聖靈不能觸及。他不希望你活在表象中，而是活在力量中，恩典、悔改和轉變的力量。那位啟發保羅寫下這些話的神，就是今天呼召你過真實生活的神。這生活充滿聖靈，由信心引導，並以愛為支撐。他想釋放你擺脫試圖表現良好的重擔，引導你在他面前活出真實的輕盈。因為福音不是關於假裝完美，而是關於每天依靠恩典。當聖靈找到空間時，他就居住在那裡。當他住在我們裡面時，我們的生命會完全改變。我們開始用基督的眼睛看，用他的心感受，並按一種世人不理解的愛去行動。這才是真正的神的力量，
一個被聖靈活生生同在改變的心。當聖靈住在我們裡面時，一切都改變，不是從外到內，而是從內到外。他改變我們說話的方式、思考的方式、對待他人的方式，甚至面對生命痛苦的方式。原本的該傲被謙卑取代，恐懼被信心取代，冷漠被愛滋養。這就是宗教生活與神建立真實關係的區別。宗教可以改變行為，但只有聖靈能改變心。也許這就是神今天對你心靈的呼召，讓我改變你。他不希望你過表面的信仰，只是靠儀式或背誦的文字。他希望你經歷他同在的真實力量，那曾釋放囚犯、醫治病人、使死人復活的力量，仍然活着，對信的人可得。這力量不在殿宇或儀式中，而在願意信服的心，在屈膝禱告的膝蓋，在說：主啊，我在這裡的靈魂中。使徒保羅寫道：聖靈的果子是愛、喜樂、平安、忍耐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和節制。這不是人的美德，而是被神觸碰的標記。當聖靈行動時，不可能的事情開始發生，受傷的人得以寬恕，剛硬的心被打破，疲憊的生命得到安息，仿佛新的生命在我們裡面開花。這一切始於一個簡單的動作，敞開心懷。也許今天你正在與看似比你更大的東西鬥爭，惡習、傷痛、內疚、恐懼，但要知道，神的能力更大。沒有任何牢籠是基督的愛不能打破的，沒有黑暗是聖靈的光不能照亮的。當你將掌控交給主時，他會把不可能變為見證，他改變故事，更新希望，書寫新的開始。因此，此刻在你心中禱告：主啊，探查我，改變我，除去我一切不討你喜悅的東西，賜我清潔的心和真實的信心。願我不活在表象中，而是活在你同在的能力裡。用你的靈充滿我，引導我走永恆的道路。這簡單而真誠的禱告，擁有改變命運的力量。因為神聽那謙卑在他面前的心。如果你現在感受到主的同在，不要讓這個時刻流逝。繼續尋求，繼續禱告，繼續讓聖靈塑造你。過程可能痛苦，但結果是真正的自由。聖靈想要住在你裡面，不僅作為訪客，而是作為主和朋友。如果這句話觸動了你的心，把這個信息分享給需要聽的人。在評論區留下你的阿門，並訂閱頻道，以繼續接收強化靈魂的禱告。願聖靈用平安覆蓋你，用愛更新你，並每天充滿你的生命與能力。阿門。